你有沒有被人嘲諷過？老一輩的養生方法都是老土沒用的糟粕。慶家曾篤定西式育人最科學，當眾笑我煲的老火燙上不了台面，直到孫仔反復高燒病倒，他才徹底明白，真正讓好蛙的，從來不是昂貴的精緻西餐，而是被人嫌棄的家常老味道。凌晨3點，秋風轉進窗縫，吹得客廳的落地簾沙沙作響。我坐在床緣，手貼着孫子軒軒的額頭，滾燙的溫度燙得我心頭一緊，渾身發涼。體溫計夾在孩子腋下，不過半分鐘，數字就竄到了39.8度，紅彤彤的黑度刺得我眼睛發酸。軒軒縮在被窩裏，小臉燒得緋紅，嘴唇乾得起了皮。往日裏最愛吵鬧的小家伙，此刻連睜眼的力氣都沒有，只是斷斷續續地發出細碎的哼唧聲。小手緊緊攢着我的衣角，鬆都不肯鬆。旁邊的兒媳林眉急得團團轉，手忙腳亂地翻退燒藥，找退熱貼，語氣裏滿是慌亂。媽，怎麼燒得這麼厲害？昨天還好好的，是不是受涼了？要不要現在馬上送急診？我沒回他，目光掃過隔壁房間，燈還亮着。我的親家，也就是林薇的媽媽，正翹着二郎腿坐在沙發上，一點不着急，還在低聲刷着手機短視頻。屏幕裏的歡笑聲，在這滿屋焦灼的深夜裏，顯得格外刺耳。我心裏清清楚楚，軒軒這場病根本不是受涼，是吃出來的，是被他一口一句老土硬生生逼出來的。我今年58，退休前在社區做了20多年炊事後勤，一輩子沒別的本事，就懂一點廣東人的養生道理，懂4時節氣該喝什麼湯，吃什麼飯。廣東人家家戶戶的老火湯，從來不是什麼花樣擺設，是幾代人傳下來的家常底氣。春驅濕，夏清涼，秋潤燥，冬溫補，順着天氣養身子。從小到大，我兒子、街坊鄰居的孩子都是這麼養大的。自從半年前親家從外省過來幫忙帶孫，我家的飲食日子就徹底變了天。他總說我們廣東人的吃法太土、太寡淡，沒有營養，說老火湯熬得黑乎乎一碗，全是雜質，不如西餐精緻、科學、高級。一開始我還忍着，覺得都是為了孫子好，大家理念不同，互相遷就好。我依舊每天早起買新鮮豬骨、雞腳、淮山、玉竹、海底椰，慢火慢熬2個鐘頭，熬出一鍋清潤滋補的老火湯，專門給軒軒潤喉養脾胃。可每次我把湯端上桌，親家總是當着孩子的面冷嘲熱諷幾句。哎呀，慶家，你這湯別再給孩子喝了，看着就沒胃口。昨天中午吃飯，他又是老樣子，夾着一筷子牛排，眉頭挑得老高，滿是嫌棄。都什麼年代了，還喝這種鄉下土湯，又油又淡，一點營養都沒有。人家城裏有條件的小孩，誰還喝這個？都是吃牛排、意麵、三明治、牛奶芝士頓頓不落，那才叫科學養生，長得高，長得壯。我當時還好聲好氣跟他解釋，亞方、
廣東秋燥厲害，小孩子脾胃嫩，容易積熱上火，喉嚨乾癢。老火湯慢慢熬，食材精華都熬進湯裏，溫和養人，比生冷的西餐適合孩子體質。軒軒從小喝慣了，腸胃一直穩穩當當的，可他根本聽不進去，直接把我的湯碗從軒軒面前端走，重重放在桌角，不許孩子碰一下。穩當有什麼用？不長個。你看你這湯，連點分油都看不出來，清淡得像白開水，能補什麼？我外孫就要跟時代，吃點高級的西餐，別從小就被養得土裏土氣，以後上學都被同學笑。他不僅說，還真的說做就做。這半個月以來，他天天變着花樣給軒軒做西餐，買西式快餐，早上是冰牛奶配冷三明治，中午是黑椒牛排、奶油意麵，晚上是炸雞薯條、漢堡套餐，頓頓高油、高鹽、高熱量，全是厚重膩滯的口味。我屢次勸他，小孩子脾胃嬌弱，經不起這麼燥，這麼膩的吃法，連續吃幾天就容易積食上火，脾胃受損，更別說天天吃。而且廣東秋天乾燥，本來就容易肺燥咳嗽，再吃這麼多油炸燥熱的東西，身體肯定扛不住。可我的話，在他眼裏全是老古董的舊思想，沒用的老道理。他每次都笑我固執、落伍、土氣，說我一輩子待在小地方，不懂大城市的科學育兒方式，不懂現代營養學。就連儀式臨尾，剛開始也被他媽說動了，覺得西餐確實精緻，有營養。偶爾還幫着勸我，讓我別再執着老火湯，順着老人家的心意來。我拗不過他們母女倆，一家人住在一起，我一個老太婆，總不能天天為了吃飯的事爭吵，搞得家裏雞犬不寧。我只能眼睜睜看着我煲的老火湯一次次被晾在桌邊，無人問津。最後只能我和老伴兩個人喝。軒軒一開始其實不愛吃這些西餐炸物，他從小跟我長大，最愛的就是我煲的清潤老火湯，愛吃白粥青菜、清蒸魚這些清淡口的飯菜。可親家總是連哄帶逼，跟他說吃牛排長高高，吃炸雞是最幸福的小孩。不吃就是不聽話，不乖。5歲的小孩，哪有什麼主見？被外婆天天灌輸這些話，又看着西餐香氣濃郁，口味厚重，慢慢也就順從了。半個月下來，他徹底拋棄了從小的飲食習慣，頓頓追着牛排炸雞吃，一口我的湯都不碰。我看着他越吃越口乾，大便乾結，睡覺翻來覆去，心裏急得不行，卻無計可施，只能暗暗擔心。我早就預感到會出事，只是沒想到來得這麼快，這麼兇。昨天白天，軒軒就開始沒精神，午飯的牛排只吃了2口，總是喊嘴巴乾，肚子脹。親家還不以為意，笑孩子嬌氣，說是孩子貪玩累到了。晚上依舊給他買了炸雞塊當宵夜，結果當天夜裏，孩子直接高燒爆發，燒得人事不省。此時此刻，林薇還在四處張羅退燒的東西，反反复复給孩子擦身體物理降溫，可體溫始終降不下來。
反而越燙越高。退燒藥吃了一次，效果微乎其微，孩子依舊昏昏沉沉，呼吸粗重。隔壁的親家終於慢悠悠走過來，臉上沒有半點愧疚，反倒滿是不耐煩，看着孩子的樣子，嘟囔道：奇怪了，天天給他吃這麼好的東西，牛奶牛排從不缺，怎麼還會發燒？現在的小孩體質真差，一點風吹草動就生病，真是嬌生慣養。我聽着這句話，壓在心底半個月的火氣，終於徹底壓不住了。我抬頭看着他，語氣平靜，卻字字清晰，不是體質差，是吃錯了。親家擰了一下，立馬皺起眉頭，不樂意了。什麼叫吃錯了？我給孩子吃的都是最好的、最貴的西餐，比你那無滋無味的土湯營養100倍，怎麼會吃錯？分明是孩子自己抵抗力不行。你天天給5歲細路食炸雞、牛扒、奶油意麵，頓頓高油高熱，即度即熱，抽燥再一逼，肺胃熱氣全部倒在體內，唔病先怪。我難得說得又快又重，一口地道的廣東白話，擋都擋不住。我半個月前就同你講，細路脾胃亂，受唔起呢啲燥膩嘢。你話我土，話我老套，話我唔識科學。而家個仔燒到昏迷，你仲覺得係佢體質差？親家被我說得臉一陣紅一陣白，惱羞成怒地拔高聲音。你這話什麼意思？合着我還把孩子吃出病來了。我辛辛苦苦給孩子做飯，我還做錯了。那些西餐都是專家推薦的育兒飲食，怎麼就不適合孩子了？分明是你小題大做。兩人爭執的聲音驚動了床上的軒軒，他迷迷糊糊地睜開燒得朦朧的眼睛，小腦袋冇力地搖了搖，避開媽媽遞過來的溫水，也不看外婆，虛弱地朝我伸出小手，聲音沙啞細小：奶奶，我唔飲水，我要飲你個陳皮水。一句話，瞬間讓滿屋的爭吵戛然而止，臨眉的動作頓住了，滿臉錯愕。一旁蠻橫爭辯的親家，臉色瞬間僵住，剛剛滿嘴的理直氣壯，全部吞回了肚子裏，尷尬地站在原地，再也說不出一句話。我心頭的焦灼和委屈，在聽到孫子這句話的瞬間，突然就酸軟了下來。我什麼也沒再爭辯，默默起身走到廚房。廚房的吊燈冷白明亮，我前幾天剛曬好的新會陳皮，乾爽通透，香氣醇厚，一直收在玻璃罐裏好好存放着。我取出一瓣陳皮，細細洗淨塵埃，撕成細條，放進小鍋裏，加少許清水，開最小的火慢慢滾，不用加糖，不用加任何調料，就這一味簡簡單單的陳皮水，是我們廣東人家家必備的養生法寶，健脾理氣，潤燥清熱，化痰醒胃，專門對付小孩子即食上火、燥熱發燒。水慢慢滾開，淡淡的陳皮清香緩緩飄散開來，慢慢填滿了整個廚房，又飄進臥室，蓋過了屋內彌漫的奶油油膩味、炸物燥熱味。我把溫熱不燙口的陳皮水倒進小水杯，端到床邊。原本死活不肯喝水、昏昏沉沉的軒軒，聞到這股熟悉的清香，
立馬主動撐開眼皮，張開小嘴，一口接一口，乖乖地喝得乾乾淨淨。喝完大半杯陳皮水，沒過幾分鐘，神奇的事情發生了。孩子粗重的呼吸慢慢平順下來，滿臉的潮紅慢慢褪去，緊鎖的眉頭舒展開來，不再反覆哼唧扭動，安安穩穩地靠在我懷裏閉眼休息。我再次摸了摸他的額頭，滾燙的溫度明顯退了大半，不再是剛剛灼手的高溫。我抬頭看向一旁啞口無言的親家，心裏沒有半點得意，只剩滿腹的無奈。你笑我老火湯土氣，你嫌我民間偏方老套，你執着追捧看似精緻高級的西餐科學養生，可到了關鍵時刻，孩子身體最誠實，誰真的養人，誰真的合適，從來不是嘴巴說了算，是身體親自告訴我們答案。這一夜，滿屋曾經被嫌棄的土味香氣，安安靜靜守着我的孫仔。而那些被捧上天的精緻西餐，此刻看來，不過是一場虛有其表，徒有其名的浮華熱鬧。屋裏安靜得可怕，只剩下掛鐘滴答作響，軒軒靠在我懷裏呼吸均勻，額頭的高溫慢慢消退，那種讓人絕望的灼熱感終於鬆了些。可我身邊的親家陳芳，臉色依舊難看得緊，青一陣白一陣，剛剛被我當面戳穿的尷尬，讓他徹底掛不住臉。他始終不肯認錯，不願意承認自己執迷西餐，亂為孩子吃燥熱食物出了問題。在他眼裏，丟面子比孫子生病，比自己做錯事仲要百倍。僵持了好一會，他才狠狠地挪開腳步，嘴裏依舊碎碎念：死撐到底，不過是暫時舒服點罷了，那是你陳皮水的功勞。孩子本來就在退燒，剛剛喝點白水也一樣有用，別以為瞎貓碰上死耗子，就覺得自己那套老土方法多厲害。我低頭輕輕撫摸着軒軒出汗的小髮絲，看着他緊緊抓着我依舊不放的小手，心平氣和地回了一句：是不是碰巧？天亮就知。林薇站在一旁，全程沉默。他剛才親眼看到西藥退燒藥效果微弱，孩子百般抗拒喝水，唯獨對我這杯被唾棄的陳皮水情有獨鍾。喝完之後狀態明顯好轉。事實擺在眼前，他心裏其實已經動搖，只是一邊是親媽，一邊是婆婆，夾在中間左右為難，不願意激化矛盾，只能選擇閉嘴。這也是我最清楚的事。這大半年來，家裏之所以處處順着親家，任由他隨意更改家裏的飲食習慣，隨意詆毀我的老火湯，最大的原因就是林薇太顧及母女情分，太怕家裏吵架冷場。親家是外省人，年輕時隨丈夫外出打拼，一直在大城市生活，見慣了商場裏精緻的西餐廳、網紅育兒攻略。他骨子裏就覺得大城市的一切都比小城、比廣東鄉俗老一套高級。他來幫忙帶孫，總想把自己認知裏最時髦、最科學的方式帶進家裏，處處想要壓過我一頭，證明自己更懂育兒，更懂生活。而我，土生土長的廣東本地人，一輩子守着柴米油鹽，四時湯水，
不懂那些網絡上花裏胡哨的育兒理論，只信老祖宗流傳下來的順時養生、溫潤調理。兩個人生活理念、飲食習慣截然不同，同住一個屋檐下，矛盾遲早會爆發。只不過這次犧牲的是我可憐的孫子。凌晨4點多，天邊微微泛白，秋夜的涼意更濃了。我不敢合眼，一直抱着軒軒，時不時摸一摸他的體溫，生怕高溫反覆。陳芳見孩子狀態平穩，心裏那點慌意也散了，轉而又開始固執地堅持自己的想法，乾脆坐在沙發上，抱着手生悶氣，模樣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我看就是你太嬌慣孩子了。他悶了半天，又開始翻舊賬，語氣滿是不服。從小給他吃那麼清淡，一點油水都不沾，脾胃養得太嬌貴，一點刺激受不住。我給他吃點好的，補點營養，反倒吃出錯來了，真是無理取鬧。別人家小孩天天漢堡牛排，個個白白胖胖，怎麼就你家孩子金貴？我聽着這強詞奪理的話，心裏又氣又無奈。我從來不反對孩子吃肉，吃好東西，我反對的是不分體質、不辨季節，胡吃海塞高油高醋的食物。廣東的秋天，濕氣未散，燥氣已起，小孩子脾胃嬌弱，最忌即熱上火。這個時候不適合大補、燥補，最需要的是潤燥健脾、清熱理氣。我耐着性子再次解釋，依舊保持着長輩的從容。雅芳，補身體要看體質、看季節，不是貴的，外面流行的就是好的。北方人秋冬愛吃燥熱肉食，是因為當地天氣寒冷，需要御寒。我們南方秋燥嚴重，長期吃油炸、奶油、厚肉，只會倒脾胃，積內熱。軒軒這次發燒，不是外感風寒，是內熱積滯，食即化熱，才會高燒不退。可他依舊聽不進半分，直接翻了個白眼，打斷我的話：行了行了，別跟我講你那套土偏方道理了。網上專家都說了，老火湯嘌呤高，沒營養，還會加重腎臟負擔，早就被淘汰了。你就是一輩子守着舊習慣，不肯接受新事物，還要硬說自己是對的。專家的話我聽，但專家也不會讓5歲小孩頓頓吃炸物、吃冰奶。我語氣沉了下來，科學育兒是講究均衡適量，不是盲目崇洋，不是把西餐當萬能補藥。我們兩人的爭執再次升溫，臨尾終於忍不住開口勸和，左右為難地說：媽、奶奶，你們別吵了，天亮帶軒軒去醫院看看，聽醫生的就好，誰都別爭了。這句話倒是兩邊都不得罪，也暫時壓下了爭吵。陳芳立馬順勢接話，像是找住了救命稻草。對，去醫院，讓醫生評評理。我就不信正規醫生會認可你這老土陳皮水、老火湯。等下看醫生怎麼說。要是醫生說跟西餐沒關係，看你還有什麼話好說。他此刻滿心都是翻盤的念頭，一心想讓醫生的話打我的臉，徹底證明自己的科學育兒是對的，我的傳統養生是錯的。我看着他執拗的模樣，
心裏暗暗嘆氣，卻也不再多辯。道理說再多，不如醫生一句權威話，既然他執着於此，那我便陪他等天亮，看結果。清晨6點，天光徹底亮開，窗外的小區漸漸熱鬧起來，鳥鳴聲、路人說話聲、車輛行駛聲此起彼伏。軒軒睡了2個多鐘頭，終於緩過勁來，緩緩睜開了眼睛。他睜眼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找媽媽，也不是找最痛他的外婆，而是轉過小腦袋，軟糯地看着我，小手找着我的衣服，小聲說：奶奶，我仲要飲陳皮水。一旁正在收拾東西，準備帶他去醫院的陳芳，動作猛地一滯，臉色瞬間又僵了，臨眉也擰了一下，低頭看着兒子，眼神裏多了幾分複雜。他終於真切意識到，孩子的身體記憶比大人的面子，所謂的科學理論都真實。外婆天天逼他吃的西餐，他吃壞了身子。奶奶被嫌棄的土方法，卻能在他最難受的時候救他，安撫他。我溫柔地摸了摸軒軒的頭，點點頭答應他。好，奶奶再幫你滾一杯，溫溫潤潤的。飲完我哋去睇醫生。我再次走進廚房，依舊是一飯陳皮，一碗清水，慢火滾煮。淡淡的陳皮香再次飄滿全屋，沒有半分浮華味道，卻溫潤安心。軒軒聞到香味，原本乾燥發癢的喉嚨似乎都舒服了不少，乖乖坐在沙發上，安安靜靜等着我的陳皮水。陳芳站在一旁，看着孫子依賴我的模樣，心裏越發不是滋味。嘴裏依舊不死心的嘀咕，不過是心理作用，小孩子懂什麼，就是喝慣了依賴而已。我端着陳皮水出來，剛好聽見這句話，淡淡回了句：心理舒服，身體先至舒服。養生養心，本就是一體的。你可以不信老湯偏方，但唔好再逼細路食他接受唔到嘅嘢。這一次，陳芳沒有再反駁，他心裏其實已經有了幾分動搖，只是幾十年的生活習慣，好強的性子，讓他不願意低頭認錯。他這輩子向來好面子，無論在家裏還是在老姐妹面前，一直標榜自己懂新潮，懂科學，會帶孩子。若是承認自己錯了，等於推翻了自己半輩子的認知，丟掉了所有的面子。7點多，兒子上班前特意繞回家，開車帶我們一家人去附近的兒童專科醫院掛號就診。排隊候診的時候，陳芳依舊不死心，趁着空檔跟周邊的家長搭話，刻意聊起孩子的飲食，想找認同感。他跟旁邊一位年輕媽媽說：我天天給我外孫吃牛排、炸雞、進口牛奶，都是高營養的東西，誰知道還發燒了。反倒是他奶奶天天煮那些老火湯、土水，還說能退燒。我是真不相信這些老一套。他故意抬高聲音，就是想讓周圍人聽到，也想讓我聽到，暗指我的方法不科學、不靠譜。幾個年輕家長聽着，有的附和幾句，說現在確實很少喝老火湯。有的則沉默不語，我全程沉默，不爭不辯，只安安靜靜抱着軒軒，幫他擦汗，為他喝溫水，
此時的軒軒，喝完2杯陳皮水後，精神已經好了大半，不再昏昏沉沉，能夠睜眼四處看，嘴巴也不再乾燥發苦，只是依舊沒什麼胃口，不想吃任何東西。很快就輪到我們看診，坐診的是一位經驗豐富的中老年兒科醫生，細心聽我們講述症狀，又認真給軒軒把脈，看舌苔，聽心肺，沒等我們多說，醫生就直接開口給出了診斷。孩子是典型的小兒食積化熱、脾胃鬱熱，加上抽搐引發的高燒。醫生看着軒軒口裏發紅的舌苔，語氣肯定，近期是不是吃了太多油膩、油炸、甜膩的食物，牛排、奶油、炸物、高熱量零食吃多了，積滯在脾胃裏，時間久了鬱而化熱，加上秋季氣候乾燥，內熱外燥，才會反覆高燒，胃口全無。一句話，精準說中了所有問題根源。我明顯身邊的陳芳身體僵硬了一下，剛剛還掛在臉上的得意不服，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。醫生接着叮囑注意事項，特意強調，5歲小孩脾胃功能還未發育完善，最怕頓頓高油高熱、肥甘厚味。現在很多家長盲目追求西式營養，以為貴的、國外的就是好的，天天給孩子吃牛排、炸雞、奶油甜品，反而把孩子脾胃吃壞了。小孩子養生，貴在清淡順時，溫和調理，不在大補猛補。隨後醫生又補充道，目前孩子體內燥熱，氣滯明顯，適合喝點溫和理氣、潤燥健脾的東西，新會陳皮煮水就很合適，能夠幫助理氣消積、清潤燥熱，比吃太多寒涼退燒藥溫和，對小孩體質很友好。後期調理可以多喝些清潤的湯水，健脾潤肺，別再給孩子吃燥熱油膩的食物了。醫生這一番專業權威的話，字字句句都站在我這邊，徹底打碎了陳芳所有的僥倖和堅持。我全程依舊平靜，沒有半分得意囂張。我從來不想爭輸贏、爭面子，我只想要我的孫子身體健康，少受病痛折磨。可現實就是這麼直白。那些被嘲笑老土、過時的老道理，恰恰是守護孩子身體的底氣；那些被追捧精緻、科學的新潮方式，反而成了傷害孩子的源頭。我側頭看了一眼身邊的親家，他此刻垂着頭，雙手緊緊攢着手提袋，臉色慘白。全程一言不發，再也沒有了半點之前的趾高氣揚、理直氣壯。這一場關於老土湯水和新潮西餐的較量，不用我多說一句話，已經徹底見分曉。從醫院出來，日頭已經升得老高，秋風吹在臉上乾爽卻不燥熱。滿街的小販擺着新鮮的菜蔬瓜果，路邊的茶餐廳飄出熟悉的香氣，尋常市井的熱鬧，襯得我們一家人沉默的身影格外突兀。全程開車的兒子全程沒多說話，但我看得出來，他心裏已經有數。他向來孝順，不愛侵和婆媳，親家之間的瑣事，可這次軒軒白白發一場高燒，又親耳聽了醫生的囑咐，再愚鈍也明白問題出在哪裏。臨眉抱着剛剛領了藥的軒軒，
一路低頭不語。之前他還會幫着他媽媽說幾句西餐科學、老湯落伍的話。經過這一遭，他徹底閉了嘴，臉上滿是愧疚和尷尬。偶爾側頭看向我，眼神閃閃躲躲，明顯是知道自己之前錯了，委屈了我，也虧待了孩子。最難堪的依舊是陳芳。剛才在醫院候診區，他特意抬高聲音跟幾位家長辯論，極力吹捧西餐營養，貶低我的老火湯，周圍人都聽得清清楚楚。結果醫生一番話直接蓋棺定論，當場打臉，讓他在陌生人面前丟盡了面子。走出醫院大門，剛才答話的那位年輕媽媽，還特意回頭看了他兩眼，眼神裏的意味不言而喻。這一眼，徹底戳中了陳芳最在意的自尊心，也讓他心裏的不服氣徹底扎了根。我活了58年，太懂這類好面子的人，他們不怕自己吃虧，不怕麻煩，最怕當眾落敗，最怕被人笑話固執無知。越是當眾被揭穿錯處，越是不肯低頭認錯，反而會暗地裏較勁，非要扳回一局才肯罷休。回到家，我先讓所有人都休息，自己進廚房忙活調理的湯水。按照醫生的叮囑，孩子目前最需要健脾消積、清潤潤肺，不能用大補的食材，也不能用寒涼的藥材，只能溫和調養。我從儲物櫃裏翻出提前備好的無花果、雪梨乾、百合、少量淮山，搭配一飯陳皮，開細火慢慢煲清潤湯，沒有分油，沒有重料，就是最簡單的家常潤燥湯，專門對付小孩食即上火、抽搐咳嗽，溫溫和和，不會刺激孩子脆弱的脾胃。湯在砂鍋裏慢慢滾動，細密的香氣一點點散開，不濃烈，卻清透舒心。我站在廚房裏聽着湯水沸騰的輕微聲響，心裏踏實又平靜。這就是我們廣東女人的底氣，不爭一時口舌之快，只願默默守着一家人的身體安康。柴米油鹽藏着的都是護佑家人的心意。客廳裏，陳芳坐回沙發上，依舊黑着一張臉。他拿出手機，反反复复刷着育兒視頻、營養科普文章，手指滑動屏幕的力度極重，像是在跟誰賭氣。我不用看也知道他在找什麼，他就是想從網絡上找出隻言片語，證明自己沒有傳錯，證明西餐依舊有營養，老火湯確實有弊端，好給自己找台階下，挽回丟掉的面子。午飯時間，我特意做得極其清淡，白粥熬得綿軟細膩，清蒸瘦肉剁碎，焯好的時令青菜，每一樣都軟糯易消化，完全貼合孩子病後的脾胃狀態。軒軒經過一上午的調理，精神好了大半，聞到桌上清潤的米香和菜香，主動張嘴吃了小半碗粥。這是他高燒以來第一次願意進食。吃完飯，他也不黏媽媽，不找外婆，小手緊緊牽着我的手，軟糯地說要陪我煲湯。這一幕溫柔的親昵，落在陳芳眼裏，卻成了刺眼的風景。他坐在餐桌對面，看着孫子事事依賴我、信我、黏我，心裏的醋意和不服氣越積越濃。當下放下碗筷，
冷冷丟出一句話，不過是病了幾天軟弱罷了，等徹底好利索了，還是得吃正經有營養的東西，總不能一輩子天天喝粥喝水，喝這些寡淡湯水，越養越弱。林薇聽着這話，輕輕拉了拉他的衣袖，小聲勸道：媽，醫生都說了，孩子是吃太油膩即食了，這段時間真的不能再吃西餐炸物了，先清淡調理一段時間，不勻還好。一勸，陳芳的火氣徹底上來了，他瞪了女兒一眼，聲音壓低卻滿是怨氣：我辛辛苦苦過來幫你帶孩子，天天早起貪黑做飯伺候你們一家人，我還做錯了，現在連你也幫着外人說我不是。我看你是結了婚，有了孩子，連親媽都不認了。這話一說，林薇立馬閉嘴，眼底滿是委屈，卻再也不敢多言。我在心裏暗暗嘆氣，這就是陳家最固執的地方，他永遠把自己擺在付出者的高位上，覺得自己辛苦幫忙帶娃，就永遠沒有錯。所有反對他的人，都是不領情，都是針對他，從來不會靜下心反思自己的方式是不是真的適合孩子，是不是真的傷到了家人。我不想在家裏挑起爭端，讓剛剛病徵好轉的孫子再受吵鬧影響，於是依舊選擇沉默，默默收拾碗筷，打理廚房。我以為經過醫生的權威點撥，經歷過孩子高燒的驚嚇，他就算不全盤認錯，也會收斂自己的執念，暫時順應清淡飲食，好好幫孩子調理身體。我還是太低估了他的好勝心。接下來的2天，家裏表面風平浪靜，一切如常。我依舊每日按時煲清潤老火湯，早晚給軒軒煮陳皮水調理脾胃。孩子的狀態一天比一天好，高燒徹底退了，舌苔慢慢變淺，胃口也逐漸恢復。晚上睡覺也不再翻來覆去，煩躁出汗。眼見孩子一天天好起來，陳芳心裏的那點愧疚也隨之慢慢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越發濃重的不甘心。他開始了他的暗地較勁。白天我在家的時候，他表現得十分聽話，桌上全是清淡飯菜，絕對不碰任何油膩西餐，甚至還會主動誇我的湯潤口讓人，裝作徹底認可的樣子。可只要我下午出門去菜市場買新鮮食材，或者傍晚去小區廣場散步的空檔，他就立刻偷偷摸摸給軒軒加餐。一開始我並沒有察覺，我以為全家人都看過醫生，聽過專業囑咐，都會以孩子的身體為重，不會再胡來。直到第3天，我發現了異樣。那天下午，我如常去市場買煲湯的海底椰和無花果，特意早點回家。推開家門的那一刻，剛好撞見陳芳急急忙忙收起手裏的小包東西，動作慌慌張張，像是在遮掩什麼。軒軒嘴邊還沾着一點白色的奶油漬，小手緊緊攢着半塊小小的曲奇餅乾。看見我回來，下意識地把小手往身後藏，眼神怯生生的，不敢看我。我心頭一沉，頓時明白了一切。我沒有立刻發作，放下手裏的食材，溫柔地擦乾淨軒軒嘴角的奶油，低聲問他：軒軒，
外婆俾你食咩啊？孩子畢竟年紀小，藏不住心事，小聲如實回答。外婆給我吃小餅乾，還有甜甜的牛奶。外婆說，不可以告訴奶奶，一句話，讓我心裏又涼又氣。我轉頭看向沙發上的陳芳，她此刻滿臉尷尬，強裝鎮定，硬着頭皮狡辯。小孩子剛好沒胃口，我就給他吃2塊無糖餅乾墊墊肚子，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東西，至於這麼緊張嗎？醫生話咗，近期唔可以食甜，唔可以食油膩，唔可以食加工零食。我壓着心頭的火氣，語氣依舊平靜。孩子脾胃先至好轉，積熱未清，甜食最容易助濕生熱，好容易反覆復發。你點解非要偷偷餵？被我當場拆穿，陳芳再也裝不下去，乾脆破罐子破摔，聲音也抬高了幾分。我就是覺得你太誇張了，不就是一點小餅乾，一點牛奶嗎？能有多大影響？孩子都好幾天沒吃分沒吃甜，臉都瘦了一圈，再這麼清淡餓下去，營養跟不上，體質只會越養越差。養生從來不是急於一時補營養。我看着他，字字清晰，食積未清，強行補營養，只會倒在脾胃裏，變成內熱，再度傷身。你明明親眼見過孩子高燒痛苦的模樣，明明聽過醫生的反覆叮囑，就因為輸唔起面子，就可以無視孫仔的身體。我的話直擊要害，陳芳臉色青一陣白一陣，卻依舊不肯認錯，反倒惱羞成怒。我不是輸不起，我是真的覺得你那套路方法太極端。難道一輩子都只能喝你的湯，吃白粥？我就不信偶爾吃點甜的，吃點西式小零食，就能把孩子吃壞。你就是太霸道，見不得我帶孩子，見不得孩子親近我。爭執聲再次響起，剛從房間出來的林薇站在樓梯口徹底拎住，眼神裏滿是無奈和疲憊。我看着眼前執迷不悟的親家，心裏徹底明白，這一場飲食觀念的拉扯，從來不是簡單的新舊方式之爭，而是他放不下的好勝心，放不下的面子。他寧願冒着孩子再次生病的風險，也要偷偷證明自己沒有錯，也要偷偷推翻醫生的囑咐，推翻我的調理方式。當天晚上，原本已經好轉徹底退燒的軒軒，睡覺時又開始翻來覆去，煩躁不安，小臉再次微微發紅，呼吸變得粗重，額頭又慢慢滲出細密的熱氣。我撫摸着孩子滾燙的額頭，心裏沒有半分意外，只剩滿腹的無奈和痛心。大人的面子執念，最終買單受罪的，永遠都是無辜的孩子。而這一次，我絕對不會再退讓，再遷就。夜深人靜，全屋的人都睡熟了，唯有我不敢合眼。客廳的吊燈早已關掉，只剩房間床頭一盞暖黃小夜燈，光影柔柔地落在軒軒小小的臉上，卻照得我心頭一片發涼。我側身躺着，手掌始終貼在軒軒的前額，體溫一點點往上竄，那種熟悉的灼熱感再次透過肌膚傳過來。不像前幾日那種驟然高燒的兇猛，
這一次是綿綿不斷的低熱，反反复复，最是磨人，也最是傷脾胃。小孩子不會說那裏難受，只會用身體告訴我們不適。他在被窩裏不停翻動，一會仰躺，一會側臥，小拳頭緊緊攢着臂肉，眉心死死皺着，嘴裏斷斷續續發出細碎的哀語，聽不清字句，只剩滿滿的難受和別悶。呼吸粗重又急促，鼻亦不停煽動，原本已經恢復粉嫩的臉頰，此刻又浮起一片不正常的緋紅。我緩緩嘆了一口氣，心裏又氣又痛，氣的是親家執迷不悟，死要面子；痛的是無辜的孩子，硬生生為大人的爭強好勝買單。明明醫生反覆叮囑，明明前幾天剛剛從高燒的痛苦裏熬出來，明明全家人都看在眼裏，清淡湯水調理多日才換來一點好轉，就因為他心裏那點不甘心，那點輸不起的虛面，偷偷餵甜食，餵加工零食，硬生生把孩子即將痊癒的身體再次拖回病痛的深淵。身邊的林微睡得很沉，這幾日帶孩子看病，熬夜護理，早已身心俱疲。我不忍心叫醒他，只想讓他多休息一會。我輕手輕腳地掀開被子，起身走到客廳，摸出手機看了一眼時間，凌晨2點40分。整個小區萬籟俱寂，樓道裏安靜得能聽見自己的呼吸聲。窗外的路燈透過紗窗照進來，落在地板上，拉出長長淡淡的光影。我沒有開大燈，只開了廊燈微弱的微光，獨自走進廚房。玻璃罐裏的新會陳皮乾爽完整，是我去年親自曬製的，存放了1年，藥性溫和醇厚，最適合調理小孩即製燥熱。我小心取出兩瓣，用溫水慢慢軟化，輕輕洗去表面的薄灰，再用手撕成細細的條狀，放入小砂鍋中，添上適量清水，開最小的明火慢滾。我沒有放糖，沒有加任何副材。孩子此刻脾胃積熱，氣滯鬱倒，最怕甜膩滋補。單純的陳皮水才能精準理氣健脾，清散餘熱，不會給脆弱的脾胃增添半點負擔。砂鍋的水慢慢升溫，沸騰，細密的水氣緩緩升起，淡淡的陳皮清香一點點彌漫開來，驅散了屋內殘留的甜膩奶味、零食醋味。這股樸素的香氣，沒有西餐的精緻誘人，沒有零食的香甜濃郁，卻是最養人、最安心的味道。我站在爐火旁等水滾，腦海裏不停閃過白天的畫面，親家被我當場抓包後的執拗狡辯，不肯認錯的倔強模樣，處處較勁的小心思，一幕幕清晰浮現在眼前。其實我從來無心跟他爭高下，分輸贏。身為長輩，同住一個屋檐下，只求家和萬事興，只求孩子平安健康。我今年58，大半輩子都在柴米油鹽、湯水飯菜中度過。我守着的不是什麼老舊規矩，是幾代廣東人傳下來的養生底蘊，是順應四時、呵護家人的初心。老火湯從來不是網上被片面吐槽的高票領廢水，陳皮水也不是毫無依據的土偏方。在物質匱乏的舊日子裏，我們沒有各式各樣的西藥，
沒有琳琅滿目的進口零食，沒有精緻的西式營養餐，靠的就是這些天然食材，四時湯水，調理身體，抵禦病痛，一代代人平安長大，健健康康。反倒是現在生活好了，物質豐富了，很多人反倒丟了最樸實的養生常識，盲目崇拜白來的一切，覺得外國的、新式的、昂貴的就是好的，本土的、傳統的、樸素的就是土氣落伍的。親家就是如此，他一輩子在外打拼，見慣了大城市的繁華熱鬧，習慣了網絡上各式各樣的新潮育兒理論，打心底裏瞧不上我們這些扎根市井、守着老傳統的普通人。他覺得吃西餐是體面，是科學，是養尊處優；喝老火湯是寒酸，是土氣，是固執守舊。可他從來不願意靜下心想一想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，北方風寒乾冷，適合口味溫補；南方濕重秋燥，適合清潤理氣。不顧地域氣候，不看孩子體質，盲目照搬西式育兒方式，一味高油高甜，口味補充，根本不是養育，是在慢慢耗損孩子的元氣。水滾之後，我關掉明火，讓陳皮在熱水裏慢慢焗出藥性，等溫度浪至溫熱不燙口，才小心倒進寶寶專用的吸管杯，端着水杯輕手輕腳走回臥室。軒軒依舊睡得不安穩，小臉潮紅，小嘴微微張着，呼吸粗重急促。我輕輕將他攬進懷裡，緩緩餵他喝陳皮水。許是這股味道早已刻進他的身體記憶，許是喉間的乾澀別悶太過難受，原本煩躁扭動的孩子，聞到熟悉的清香，竟主動湊過來，含住吸管一口一口緩緩吞咽。溫潤的陳皮水順着喉嚨滑進脾胃，緩緩梳理體內屈倒的燥熱和氣滯。大半杯水下肚，沒過多久，軒軒緊鎖的眉頭慢慢舒展，翻來覆去的動作漸漸停了下來，粗重的呼吸變得平順悠長，整個人安安穩穩靠在我懷中，沉沉睡去。我再次撫上他的額頭，滾燙的溫度明顯消退，肌膚變得清涼乾爽，夜裏煩躁盜汗的情況也消失不見。我心頭懸着的大石頭終於稍稍落地。這一夜，我就這樣抱着他，靠在床頭淺淺休憩，不敢深度入睡，時不時摸一摸體溫，聽一聽呼吸，全程守護着孩子，不敢有半點馬虎。天邊魚肚白慢慢浮現，清晨的微光穿透窗紗，溫柔灑進屋內。6點多鐘，天色徹底透亮，小區的鳥鳴聲此起彼伏，新的一天如期到來。林薇終於醒來，睜眼第一件事就是看向身邊的孩子，見我整夜抱着軒軒，眼底滿是疲憊，他瞬間滿臉愧疚，小聲開口：媽，你一夜沒睡吧？軒軒昨晚是不是又不舒服了？我輕輕點頭，語氣平靜無波。凌晨又反覆低熱，燥熱鬱氣倒在體內，我煲了陳皮水給他飲，而家穩定下來了。林薇瞬間紅了眼眶，聲音帶着幾分哽咽：都怪我，是我太懦弱，太顧及母女情面，明明知道不對，卻一直縱着我媽，連累孩子反覆受罪，也讓你跟着受累熬夜。
看着他滿眼自責的模樣，我心裏也軟了下來。臨眉夾在我和親家中間，的確兩難，一邊是生養自己的親媽，一邊是婆婆和心愛的孩子。她向來溫柔軟弱，不擅長爭吵對立，只能一味忍讓遷就，這也是她最大的軟肋。我輕聲安撫她，唔關你事，做人媳婦，做人女，左右為難。我明白，但從今日起，孩子嘅飲食調理唔可以再讓步，身體係一世嘅大事，唔可以拿來試錯，拿來顧情面。臨眉用力點頭，眼底的猶豫徹底消散，多了幾分堅定。媽，我知道錯了，以後我一定站到你這邊，堅決不讓軒軒再亂吃東西了。我們母女倆低聲交談的功夫，隔壁房間的門輕輕響了一聲，親家陳芳也醒了。她穿着居家睡衣，慢悠悠走出房門，依舊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模樣，仿佛昨晚孩子的不適，前日的爭執，偷偷餵食的錯事，從來沒有發生過。她走到客廳，伸了個懶腰，目光掃過臥室，隨口問道：孩子昨晚還好嗎？我聽好像沒怎麼吵鬧，應該是徹底好了吧。我就說一點小零食根本沒事，你們就是太過小題大做，過度養生。這句毫無愧疚，反倒自以為是的話，徹底讓臨眉壓抑多日的情緒爆發了。以往無論他媽媽多麼蠻橫，多麼執拗，他都會忍讓退縮。可這一次，看着反覆生病的孩子，熬夜勞累的我，他終於不再退讓。第一次大聲跟自己的母親對話：媽，你別再說了。臨眉站起身，眼眶通紅，語氣滿是無奈和失望。軒軒昨晚又低熱反覆，就是你偷偷餵餅乾、甜牛奶導致的。醫生明明反覆叮囑不能吃甜，不能吃加工零食，你為了爭一口氣，為了撐面子，非要偷偷餵孩子。你看孩子受罪，全家人跟着抽心，值得嗎？陳芳被女兒突然的質問問懵了，愣在原地幾秒，隨即惱羞成怒，聲音瞬間拔高：你這孩子怎麼回事？我辛辛苦苦幫你帶孩子，我還帶出錯了。區區兩塊餅乾能有什麼問題？分明是孩子體質本來就差，反覆生病是正常事，怎麼能全部賴在我頭上？不是賴你，是事實就擺在眼前。臨眉深吸一口氣，壓住心底的委屈，把多日積壓的話徹底說了出來。之前奶奶天天煲湯，清淡調理，軒軒體質一直很好，很少生病。自從你過來，天天逼他吃牛排、炸雞、奶油意麵，頓頓高油高甜，孩子才第一次高燒住院，醫生明確診斷是食積化熱，飲食不當導致的。你不反省自己，還偷偷餵零食，你讓我怎麼再幫你說話？陳芳從來沒被自己女兒當着外人的面這樣頂撞過，頓時氣得臉色發青，胸口劇烈起伏。我是為了孩子好，我想讓他多吃點營養，長得結實點。難道天天喝白水，喝寡淡湯，把孩子餓瘦，養得弱不禁風才是對的？你現在是徹底被這家人洗腦了，連親媽都不信了。科學營養是均衡適量，不是暴飲暴食，
不是高油高甜亂補，臨微咬着牙，字字清晰。醫生說了，小孩脾胃嬌弱，最怕肥甘厚味，你那根本不是補營養，是在傷孩子。母女二人當場爭執起來，客廳的氣氛瞬間降到冰點。我抱着剛剛醒來的軒軒，安靜站在一旁，沒有插話。我知道，這場遲來的爭執，是遲早要來的。有些道理，我說100遍、1000遍，他都會覺得我是針對他，是老土固執。可從他親女兒嘴裏說出來，意義完全不同。軒軒醒來後，睜開朦朧的大眼睛，第一時間就看向我。小手緊緊摟住我的脖子，把臉貼在我肩窩裏，小聲撒嬌：奶奶，我頭有點暈，我還要飲陳皮水。他完全無視了旁邊的外婆，連眼神都不願意多給，滿眼滿心依賴的只有我。這一幕徹底擊垮了陳芳最後的心理防線。他最在意的就是孫子的親近，就是自己在家裏的地位，就是那一點可憐的面子。他執拗地改變孩子的飲食，拼命吹捧西式育兒，貶低傳統湯水，不過是想證明自己更懂帶孩子，更時髦，更優秀。想讓孫子最親近自己，想讓全家人都認可他的方式。可到頭來，他費盡心機逼孩子吃的東西，讓孩子病痛纏身。他百般嫌棄的老土湯水，卻是孩子生病時唯一的救贖。他拼命討好，執意較勁，最後換來的是孫子徹底的疏遠，女兒的質疑，事實的打臉。陳芳怔怔地看着緊緊黏着我的軒軒，眼眶突然就紅了。他站在原地，雙手冇力垂在身側，剛剛的氣勢蠻橫倔強，一瞬間全部坍塌，整個人像是瞬間翳了氣，沒了半點力氣。他喃喃自語，聲音沙啞又蒼老，帶着滿滿的失落和無力。為什麼會這樣？我明明是想他好，我真的是想他長得高，身體好。看着他頹然落寞的模樣，我心裏沒有半點勝利的快感，只剩滿腹的唏噓。其實他從本質上來說，並不是壞人，他只是太好面子，太固執己見，太盲目認同新潮事物。他所有的爭執，所有的較勁，所有的固執，根源都是怕自己落伍，怕自己不被認可，怕自己的付出被全盤否定。我緩緩開口，語氣平和寬容，沒有指責，沒有嘲諷，只有長輩的通透和體諒。亞芳，我知你心係好嘅，你都係想孫仔健康長大，只係養育細路，從來唔係憑感覺、憑風氣、憑面子。外邊流行嘅西餐，網上吹捧嘅育兒方式，聽起來再科學、再精緻，唔適合我哋呢度嘅氣候，唔適合細路嘅體質，就只會傷身，唔會養人。我頓了頓，繼續緩緩道來。我哋廣東人，世世代代住喺南方，濕熱交纏，4時多燥，脾胃容易積滯，肺氣容易乾澀。老火湯、陳皮水、清潤粥水，唔係土氣，係幾代人對住呢片水土積落嘅經驗。天氣點變，身體點調，順勢而為，先至係真正嘅科學養生。你話老火湯冇營養，
其實我從來唔亂煲，春天驅濕，夏天清熱，秋天潤燥，冬天溫補，一年四季食材都唔同，對症落料，按需調理，先至可以守護家人身體。你話西餐高級，令食補身，可你見過邊個細路日日食炸物、甜食、奶油，能夠體質強健，少病少痛？我的話溫和卻有力量，句句落地，情理兼備，沒有半點主觀偏執，全是真實的生活道理。陳芳垂着頭，肩膀微微顫動，沉默了許久許久。這一次，他沒有反駁，沒有狡辯，沒有抬槓，徹底安靜下來。所有的爭強好勝，所有的固執己見，在孩子反覆生病的事實面前，在孫子疏遠依戀的眼神面前，徹底煙消雲散。過了良久，他才緩緩抬起頭，眼眶通紅，聲音沙啞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。我錯了，這三個字遲來了太久，也難得了太久。他吸了吸鼻子，卸下了所有的高傲和面子，像個認錯的孩子，坦坦蕩蕩反省自己。我就是太愛逞強，太好面子，總覺得新的就是好的，外邊的就是對的，瞧不上你這些老傳統、老方法。我以為我是為孫子好，沒想到是我親手害他反覆受罪，是我太固執，太愚昧了。聽着他終於認錯的話，臨眉壓在心底多日的委屈一瞬間釋放，紅着眼眶鬆了一口氣。我溫聲安慰他，知錯就改就好，一家人講開就冇事。以後我哋唔爭新舊，唔論風氣，一切以孩子身體為先。你願意學，我就慢慢教你4時湯水，家常調理。我哋一齊好好照顧軒軒。陳芳用力點頭，眼底滿是愧疚和懊悔。好，我聽你的。以後家裏做飯、孩子調理，全都聽你的。我再也不亂做主，不亂餵東西，不隨便亂講話了。僵持了大半年的家庭矛盾、觀念拉扯，在這一刻終於徹底化解。當天早上，我依舊做了清淡的早餐，綿軟的小米粥，清蒸瘦肉泥，白灼小青菜，沒有油膩，沒有甜膩，沒有花哨的樣式，樸素家常，卻最養脾胃。陳芳主動過來幫我擺碗筷，收拾餐桌，不再像從前那樣挑剔吐槽，滿眼嫌棄。他看着我擺在桌上的簡單飯菜，真心實意地感慨，原來這些平平淡淡的家常飯才是最踏實養人的。我以前真是被網上那些花裏胡哨的育兒文章蒙蔽了雙眼，太浮華，太不實在了。軒軒靠在餐椅上，乖乖喝着我新煲的陳皮水，小口小口吃着粥，胃口溫和，情緒平穩，臉上慢慢恢復了血色，不再是昨日的蒼白潮紅。吃完早餐，太陽緩緩升高，溫暖的陽光透過陽台玻璃灑進屋內，照亮了整個客廳，也掃去了多日以來家裏壓抑沉悶的氛圍。我取出砂鍋，準備煲今日的調理湯。秋日乾燥，孩子餘熱未清，脾胃尚虛，我特意搭配了無花果、玉竹、百合、少許淮山和一瓣陳皮，清潤不寒，健脾不燥，專門用於病後修復調理。
陳方主動走過來，站在廚房門口，安靜看着我處理食材，慢火煲湯，沒有從前的不屑和輕視，眼神裏滿是認真和學習的心意。親家，原來煲湯這麼多講究，他小聲說道。我以前以為就是隨便丟幾塊食材進鍋煮，沒想到還要分季節、分體質、看火候、搭食材。我一邊打理砂鍋，一邊耐心跟他講解。老火湯從來唔係亂煲，每一種食材都有佢嘅屬性，寒熱溫涼，功效各異。春天驅濕用赤小豆、薏米，夏天清熱用冬瓜、扁豆，秋天潤燥用雪梨、百合、陳皮，冬天溫補用黨參、紅棗、枸杞，順應天時，對症煲製，先至可以養人護體。陳方聽得極其認真，不停點頭，徹底放下了從前的高傲和偏見。他終於明白，我幾十年的家常湯水，不是落後土氣，是藏着最樸實、最真實的生活智慧。他追捧的西式精緻，不是不好，只是不適合南方水土，不適合小孩嬌弱脾胃，更不適合日日食用。接下來的幾天，家裏徹底換了新的飲食風氣，沒有了頓頓牛排炸雞，沒有了奶油甜膩，沒有了冰飲零食，一日三餐全是清淡適口、營養均衡的家常飯菜。我每日按4時節氣煲清潤湯，早晚給軒軒煮陳皮水調理脾胃，三餐準時，作息規律。陳方全程配合，再也不偷偷加餐，不再隨意吐槽，反倒主動幫我洗菜、揀材、看火、收拾廚房。有不懂的養生知識，就虛心向我請教，徹底拋棄了從前的固執和偏見。軒軒的身體一天比一天硬朗，恢復速度肉眼可見，反覆的低熱徹底消退，舌苔慢慢變得乾淨均勻，胃口越來越好，吃飯香，睡眠穩，晚上不再煩躁盜汗，翻來覆去，白天精神十足，活蹦亂跳，恢復了往日調皮可愛的模樣。最讓人欣慰的是，他不再執戀甜食零食，不再嚮往油炸西餐，反而主動愛上了清淡飯菜，愛上了奶奶煲的老火湯，愛上了潤喉舒服的陳皮水。每當我煲好湯，他都會主動搬來小凳子坐在廚房門口等，奶聲奶氣地說要喝奶奶的養生湯。幾日後，我們帶軒軒去醫院復診，醫生再次檢查孩子的脾胃、氣息、舌苔，當場讚不絕口，恢復得非常好，脾胃積熱完全清乾淨了，氣息紅潤，體質穩定，徹底擺脫了之前的食積問題。醫生笑着叮囑，後期繼續保持清淡飲食，溫和調理，多喝本土清潤湯水，少碰高油高甜西式快餐。孩子以後就很少會反覆上火發燒了。聽着醫生的肯定，陳方站在一旁，滿臉釋然，徹底放下了所有的抵觸和不甘。他終於徹底認清，真正的科學育兒，從來不是盲目崇洋，追求浮華表面，而是順應體質，順應水土，順應自然，適合孩子的，才是最好的。回家的路上，陽光溫暖和煦，秋風清涼舒爽。軒軒坐在兒童座椅上，一邊喝着我提前煲好放涼的陳皮水，
一邊開開心心跟我們講話，笑聲清脆嘹亮，灑滿了一路。陳芳坐在車後座，看着活蹦亂跳的孫子，真心實意地對我說：親家，這次真的多虧了你，是我太固執，太愛面子，差點耽誤了孩子，以後家裏的飲食，孩子的調理，我全都聽你的，再也不亂折騰了。我笑了笑，淡然回應：一家人，唔使講多謝，只要孩子平安健康，比一切爭輸贏，講面子都重要。這世間很多矛盾，很多爭執，很多誤解，從來不是誰對誰錯的絕對博弈，只是執念太深，面子太重，偏見太多。很多人一味追逐新潮浮華，喜氣傳統樸實，卻不知最珍貴的養生智慧，最踏實的幸福安穩，從來都藏在一日三餐的家常飯菜裏，藏在代代相傳的老湯水裏，藏在普通人最樸素的生活裏。曾經被嘲笑土氣落伍的老火湯、陳皮水，最終救回了反覆病痛的孩子；曾經被吹捧精緻科學的西式餐食，最終暴露了浮華不實的短板。面子輸盡不要緊，執念放下就通透。家和萬事興，孩子平安健壯，便是一個家庭最好的圓滿。而這一場關於新舊養生的較量，終於以最溫柔、最圓滿的方式落下了帷幕。人一旦肯放下執念，日子就會變得順風順水。這是我活了58年，最樸實也最真切的感悟。自從陳芳真心認錯之後，我們家那種長達大半年的緊繃氛圍，徹底煙消雲散，沒有了動不動的攀比，沒有了新舊觀念的爭吵，沒有了暗藏心機的較勁，屋裏的空氣都變得溫柔順暢。不再有人站在餐桌邊，日日吐槽我的老火湯土氣落伍，也不再有人執意給孩子菜各種高油高甜的西式食物。整個家終於回歸了尋常人家該有的踏實與溫暖。以往我每日早起進廚房煲湯、備三餐，總是暗暗擔心又要被挑剔、被嘲諷，做飯都做得束手束腳，滿心累贅。如今不同了，我依舊天未亮就起身打理三餐，慢火熬湯，心裏卻是輕鬆踏實的。手底的食材、火候、步驟都做得鬆容自在，不用顧及誰的面子，不用遷就誰的執念，只需要順着四時節氣，順着孩子的體質，安安心心守好一家人的口福與健康。陳芳的轉變，是全家人都能肉眼看見的，不只是表面的順從，更是從心到行的徹底改變。以前他總是懶得進廚房，覺得油煙滿布，瑣碎費事，日日追捧網上那些精緻擺盤、高端西式食譜，動不動就說家常煮食太粗糙，不上台面。現在，他每天早起第一件事，就是跟着我進廚房幫忙。從最基礎的揀菜、洗菜、瀝水學起，態度謙和又認真，再也沒有半點從前的高傲輕慢。我煲湯的時候，他就安安靜靜站在旁邊看着，記住我放的每一味食材，每一個步驟。閒暇時還會主動詢問各種湯水的功效。從前他嘴裏掛着的永遠是西餐科學，老湯無用。如今掛在嘴邊的是秋天一定要潤燥，
小孩脾胃最怕積食，清淡養人最長遠。有時候我怕他太累，勸他去客廳休息刷手機，看看電視，他卻擺擺手笑着拒絕。慶家，我以前就是太閒，太無事可做，才整天抱着手機看那些亂七八糟的育兒文章，看得心浮氣躁，滿腦子偏見，白白折騰孩子，折騰你。現在我跟你學學實實在在的家常本事，比刷那些虛頭巴腦的東西有用100倍。聽着他這番通透的話，我心裏滿是感慨。其實陳芳這個人本性並不壞，只是年輕時在外打拼，習慣了大城市的快節奏、浮華風氣，身邊的人個個追捧新潮，攀比精緻，久而久之，他也被這股風氣裹挾，變得愛面子、愛較勁，盲目崇拜新事物，丟掉了最樸實的生活本心。他以為精緻等於體面，昂貴等於營養，新潮等於科學，卻忘了養育家人，過日子，從來不是做給別人看的表面功夫，而是落實在一日三餐、一湯一飯裏的真心與合適，適合自己、適合家人的，才是最好的，從來不是最貴、最時髦的。轉變最大的，除了陳芳，還有我的孫子軒軒。經過半個月的清潤湯水調理，規律清淡飲食，他徹底褪去了之前的病態羸弱，從前反覆潮紅的小臉變得潤澤通透，氣色紅潤，原本厚膩發白的舌苔變得乾淨均勻。之前吃飯挑食厭食，吃兩口就喊脹，如今胃口大開，三餐準時，進食香甜，一碗軟蘿蔔粥，一碟清蒸瘦肉，幾口時蔬青菜，就能吃得乾乾淨淨。最讓我欣慰的是，他徹底戒掉了對油炸、甜食、奶油零食的癮。從前外婆天天哄着他吃的漢堡、炸雞、奶油蛋糕、甜味飲料，如今他看都不會主動多看一眼。有時候小區小朋友在樓下吃炸串、餅乾，他站在旁邊，只會淡淡搖頭，還會像個小大人一樣說：油炸嘢好燥，食咗會發燒，我要飲奶奶嘅陳皮水、老火湯。這句童言自語，每次聽見，都讓陳芳滿心愧疚，也滿心釋然。他總是摸摸軒軒的頭，輕聲嘆氣，還是奶奶懂得痛你，外婆以前不懂事，核折騰，委屈我的寶貝了。那天下午，小區裏幾個熟悉的鄰居媽媽、退休阿姨，約着在樓下廣場乘涼聊天，我們一家人也帶着軒軒下樓散步透氣。秋日的午後，陽光溫柔不燥，微風輕拂，樹影搖曳，廣場上滿是閒適的市井氣息。幾個阿姨一見到軒軒，立馬圍了上來，個個驚嘆孩子的變化。哎呀，軒軒這幾天氣色也太好了吧！前陣子病奄奄的，臉色蒼白，沒一點精神，現在紅粉飛飛的，看着就結實健康。是啊，之前聽你們說孩子反覆高燒，食積難好，可把人擔心壞了。這才半個月不見，完全換了個模樣。果然老人家的湯水養人，我早就說廣東老火湯最調理身體，那些西餐零食偶爾吃新鮮還行，真不能當正餐天天吃，小孩子脾胃哪裏扛得住。
眾人你一言我一語，滿是真心的讚嘆。換作從前，陳方聽到有人讚老火湯，質疑西餐，必定會立馬上前辯解，抬槓較勁，非要爭出個高低對錯。可這一次，他站在旁邊，沒有半點不服氣，反倒主動開口，坦然認錯，把前因後果娓娓道來。人一旦肯放下執念，日子就會變得順風順水。這是我活了58年，最樸實也最真切的感悟。自從陳方真心認錯之後，我們家那種長達大半年的緊繃氛圍，徹底煙消雲散。沒有了動不動的攀比，沒有了新舊觀念的爭吵，沒有了暗藏心機的較勁，屋裏的空氣都變得溫柔順暢。不再有人站在餐桌邊，日日吐槽我的老火湯土氣落伍，也不再有人執意給孩子菜各種高油高甜的西式食物。整個家終於回歸了尋常人家該有的踏實與溫暖。以往我每日早起進廚房煲湯，備三餐，總是暗暗擔心又要被挑剔、被嘲諷，做飯都做得束手束腳，滿心累贅。如今不同了，我依舊天未亮就起身打理三餐，慢火熬湯，心裏卻是輕鬆踏實的。手底的食材、火候、步驟都做得鬆容自在，不用顧及誰的面子，不用遷就誰的執念，只需要順着四時節氣，順着孩子的體質，安安心心守好一家人的口福與健康。陳方的轉變是全家人都能肉眼看見的，不只是表面的順從，更是從心到行的徹底改變。以前他總是懶得進廚房，覺得油煙滿布，瑣碎費事，日日追捧網上那些精緻擺盤、高端西式食譜，動不動就說家常煮食太粗糙，不上台面。現在他每天早起第一件事，就是跟着我進廚房幫忙，從最基礎的揀菜、洗菜、拎水學起，態度謙和又認真，再也沒有半點從前的高傲輕慢。我煲湯的時候，他就安安靜靜站在旁邊看着，記住我放的每一味食材，每一個步驟。閒暇時還會主動詢問各種湯水的功效。從前他嘴裏掛着的永遠是西餐科學，老湯無用。如今掛在嘴邊的是秋天一定要潤燥，小孩脾胃最怕即食，清淡養人最長遠。有時候我怕他太累，勸他去客廳休息刷手機，看看電視，他卻擺擺手笑着拒絕。親家，我以前就是太閒，太無事可做，才整天抱着手機看那些亂七八糟的育兒文章，看得心浮氣躁，滿腦子偏見，白白折騰孩子，折騰你。現在我跟你學學實實在在的家常本事，比刷那些虛頭巴腦的東西有用100倍。聽着他這番通透的話，我心裏滿是感慨。其實陳方這個人本性並不壞，只是年輕時在外打拼，習慣了大城市的快節奏、浮華風氣，身邊的人個個追捧新潮，攀比精緻，久而久之，他也被這股風氣裹挾，變得愛面子、愛較勁，盲目崇拜新事物，丟掉了最樸實的生活本心。他以為精緻等於體面，昂貴等於營養，新潮等於科學，卻忘了養育家人、過日子，從來不是做給別人看的表面功夫，
而是落實在一日三餐、一湯一飯裏的真心與合適。適合自己、適合家人的，才是最好的，從來不是最貴、最時髦的，轉變最大的。除了陳芳，還有我的孫子軒軒。經過半個月的清潤湯水調理，規律清淡飲食，他徹底褪去了之前的病態羸弱，從前反覆潮紅的小臉，變得潤澤通透，氣色紅潤，原本厚膩發白的舌苔，變得乾淨均勻。之前吃飯挑食厭食，吃兩口就喊脹，如今胃口大開，三餐準時，進食香甜，一碗軟糯白粥，一碟清蒸瘦肉，幾口時蔬青菜，就能吃得乾乾淨淨。最讓我欣慰的是，他徹底戒掉了對油炸、甜食、奶油零食的癮。從前外婆天天控着他吃的漢堡、炸雞、奶油蛋糕、甜味飲料，如今他看都不會主動多看一眼。有時候小區小朋友在樓下吃炸串、餅乾，他站在旁邊，只會淡淡搖頭，還會像個小大人一樣說：油炸嘢好燥，食咗會發燒。我要飲奶奶嘅陳皮水、老火湯。這句童言自語，每次聽見，都讓陳芳滿心愧疚，也滿心釋然。他總是摸摸軒軒的頭，輕聲嘆氣，還是奶奶懂得痛你。外婆以前不懂事，核折騰，委屈我的寶貝了。那天下午，小區裏幾個熟悉的鄰居媽媽、退休阿姨，約着在樓下廣場乘涼聊天。我們一家人也帶着軒軒下樓散步透氣。秋日的午後，陽光溫柔不燥，微風輕拂，樹影搖曳，廣場上滿是閒適的市井氣息。老人搖着蒲扇閒聊，小孩追跑打鬧，聲聲笑語，尋常的人間煙火，最是撫人心扉。幾個阿姨一見到軒軒，立馬圍了上來，個個驚嘆孩子的變化。雞呀，軒軒這幾天氣色也太好了吧！前陣子病奄奄的，臉色蒼白，沒一點精神，現在紅粉飛飛的，看着就結實健康。是呀，之前聽你們說孩子反覆高燒，食積難好，可把人擔心壞了。這才半個月不見，完全換了個模樣。果然老人家的湯水養人，我早就說廣東老火湯最調理身體。那些西餐零食偶爾吃新鮮還行，真不能當正餐天天吃。小孩子脾胃那裏剛得住？眾人你一言我一語，滿是真心的讚嘆。換作從前，陳芳聽到有人讚老火湯，質疑西餐，必定會立馬上前辯解，抬槓較勁，非要爭出個高低對錯。可這一次，他站在旁邊，沒有半點不服氣，反倒主動開口，坦然認錯，把前因後果娓娓道來。陳芳站在人群裏，坦然認錯的樣子，讓現場幾個閒聊的鄰居都愣住了。誰都知道前幾個月，我們小區最熱鬧的話題，就是我們家兩位親家的湯水之爭。人人都聽過陳芳到處誇西餐科學，笑我老火湯土氣落伍，笑我一輩子守着爐灶，不懂新時代育兒。如今他大大方方承認自己錯了，沒有遮掩，沒有逞強，字字句句真誠懇切，反倒讓人心生佩服。我以前真的太愛面子，
太迷信外面的新潮說法了。陳芳搖着頭，語氣滿是慚愧，不再有半分從前的高傲倔強。我總覺得進口的、西式的、貴的，就是最好的，覺得國內幾代人傳下來的家常吃法老土、過時。我執意逼着外孫頓頓吃牛排、炸雞、奶油意麵，處處嫌棄老火湯寡淡無味，硬生生把好好的孩子吃出食積高燒，反覆受罪。多虧我親家一直忍着我的壞脾氣、固執偏見，死守着最樸實的養生道理，用一碗陳皮水、一鍋老火湯把孩子調理回來。這件事是我徹底輸了，輸得口服心服，一直話落地。廣場上瞬間安靜幾秒，隨即響起一陣認同的嘆息聲。樓下張阿姨最是熱心，常年在小區帶孫輩，最懂帶娃的辛苦，當即開口笑道：人哪有不犯錯的，敢認錯，願意改，就是最難得的。其實我們這些老人家心裏都明白，小孩子養生，從來不靠花裡胡哨的東西，吃得乾淨，作息規律，脾胃順暢，比什麼補品都強。是呀，旁邊的李阿姨接話附和。現在網上太多亂七八糟的育兒營銷，動不動就吹捧西式餐食多科學，搞得很多年輕家長、新過來帶娃的親家都盲目跟風。其實一方水土養一方人，我們南方人本就怕濕怕燥，脾胃嬌弱，頓頓高油高甜根本扛不住，還是老廣的湯水最養人。有人聊起之前的事，忍不住感慨，前陣子看軒軒病奄奄的，臉色蒼白，懶言懶動，看着都心痛。這才調理半個月，臉蛋紅潤，眼神透亮，跑跳都有力氣，這就是最好的證明，比任何網絡攻略都真實。陳芳聽着大伙的閒聊，臉上沒有半分尷尬困迫，只有滿心的釋然。從前他最怕被人說不懂育兒，落伍老土，執着於在口舌上爭輸贏，撐面子。如今徹底想通，虛浮的體面根本比不上家人的平安健康。他坦然笑着回應：我現在終於明白，真正的科學不是盲目崇洋、追新逐異，而是順應體質，腳踏實地，適合自己。以後我再也不亂折騰了，好好跟姜家學做家常飯，煲四季湯，踏踏實實帶孩子。我站在一旁，靜靜看着這一幕，心裏溫暖又踏實。大半年的爭執拉扯，觀念對立，暗中較勁，歷經孩子生病，醫生點撥，事實打臉，真心和解，到今天終於徹底雲開霧散。從前劍拔弩張的兩家親家，不再分新舊，不論高低，只為同一個目標，守着孩子平安，守着家庭和睦。軒軒聽不懂大人話裏的曲折來往，只知道身邊的人都和和氣氣。他攢着我的手，蹦蹦跳跳地在廣場上跑動，偶爾回頭衝着我們笑，燦爛的笑顏，是這世間最治癒的風景。自那以後，我們家的日子真正過成了尋常人家最溫暖的模樣。每日清晨，我和陳芳一同早起進廚房，我負責根據節氣搭配食材，把控煲湯火候，他負責洗菜揀材，收拾灶台，打理三餐。
從前互相嫌棄、暗自較勁的兩個人，成了最合拍的搭檔。廚房裏不再有爭吵吐槽，只剩水沸湯滾的溫柔聲響，兩人閒聊家常的溫暖話語。我教他分辨新會陳皮的好壞，告訴他陳皮存放越久，藥性越溫和。日常煮水健脾理氣，潤燥化痰，是小孩子4季常備的好物。我教他春日煲薏米赤小豆湯驅濕，夏日煲冬瓜扁豆湯清熱，秋日煲百合無花果湯潤燥，冬日煲淮山枸杞湯溫補。陳芳學得極其認真，專門拿了個小筆記本，一條一條記下湯方搭配、對應功效、禁忌事項，閒暇時就翻出來溫習。他再也不笑我的湯水土氣，逢人便說，這些流傳百年的家常智慧，才是最落地、最靠譜的育兒良方。偶爾小區裏的家長還在盲目吹捧西餐營養，質疑老火湯沒用，陳芳都會主動上前，用我們家的親身經歷好心勸解。她不再是從那個固執己見、盲目攀比的外婆，反倒成了小區裏的過來人，真心實意提醒身邊人，別為了面子追浮華，別為了新潮傷孩子，適合的飲食、順勢的調理，才是真正的科學養生。林微看在眼裏，暖在心頭。從前他夾在我和他媽媽中間，左右為難，日日煎熬。如今家裏和睦溫馨，沒有紛爭，沒有對立，他終於不用再左右顧慮，暗自心累。下班回家，面對的是乾淨溫暖的屋子，和睦相處的長輩，健康活潑的孩子，整個人都變得輕鬆舒展。我兒子更是感慨，說家裏自從少了爭吵，多了溫柔，連空氣都變得順暢，工作再累，回到家也能瞬間放鬆。他時常跟身邊朋友說，以前總覺得西式育兒新潮高級，直到親身經歷才懂得，老一輩流傳的4時湯水，家常養生，藏着最樸素也最珍貴的生活真理。時光緩緩流轉，轉眼入秋心涼，周圍很多小朋友都開始反覆感冒，肝嗨上火，脾胃不適，小區醫務室天天爆滿，不少孩子反覆低熱，即食厭食，讓家長愁眉不展。唯獨軒軒，日日3餐規律，湯水調理，氣息一日比一日好，體質越來越紮實。他不再像從前那樣嬌弱易病，白天在幼兒園活蹦亂跳，食慾旺盛，晚上入睡安穩，不躁不汗。老師都屢次跟家長誇讚，說軒軒是班裏體質最好、精神最足的小朋友，很少請假生病。有一次幼兒園家長開座談會，老師專門請林微分享育兒經驗，詢問我們家是怎麼把孩子體質調養得這麼好。林微當場坦然分享，把我們家之前的爭執、孩子生病的經歷、湯水調理的過程娓娓道來。以前我們盲目追求西式營養，頓頓給孩子吃高油高甜的西餐零食，反而把孩子脾胃吃壞，體質搞差。後來聽從長輩建議，順應南方氣候，堅持清淡飲食，4季湯水調理，戒掉浮華的零食快餐，孩子才慢慢養回好體質。一直話，讓在座不少盲目崇洋、追捧新潮育兒的家長紛紛醒悟。
原來很多時候，我們費盡心思花高價，追新潮，趕風氣，想要給孩子最好的養育，卻恰恰忽視了最簡單、最適合、最落地的家常養生。那天放學回家，路上微風清涼，落葉飄飛，滿街秋日溫柔。軒軒坐在車上，小手捧着我提前煲好放涼的陳皮雪梨水，小口小口慢慢喝着，甜甜的潤潤的，喝得滿足又開心。陳芳坐在副駕，回頭看着孫子乖巧的模樣，笑着對我說：親家，我現在才算真正活明白了。以前總想給孩子最好的、最貴的、最體面的，殊不知平安健康才是最頂級的養育，家常溫暖才是最珍貴的幸福。我點點頭，心中滿是通透平和。人到中老年，閱盡半生風雨，最終都會明白，世間萬事，浮華終會落盡，唯有家常最撫人心。那些被我們輕視的老傳統，被嘲諷的老土氣，被嫌棄的舊習慣，從來不是落後的代名詞。老火湯不土，它是一方水土的養生底蘊；陳皮水不舊，它是代代相傳的護家溫柔。它沒有西餐的精緻擺盤，沒有零食的香甜誘人，卻能在孩子病痛時給予安撫，在日常歲月裏默默護佑家人平安。從前，我們家為了新舊觀念爭吵不休，為了虛浮面子互相較勁，差點讓無辜的孩子承受病痛折磨，讓和睦的家庭陷入緊張紛爭。如今塵埃落定，所有偏見、執念、攀比、浮躁，都被一鍋鍋溫潤的老火湯慢慢熬化、撫平、治癒。傍晚時分，夕陽滿屋，金黃的霞光透過陽台落地窗灑進客廳，溫柔地鋪在餐桌、灶台、沙發上，溫暖安寧。我和陳芳在廚房忙碌，砂鍋裏的秋日潤燥湯緩緩沸騰，香氣彌滿全屋。軒軒搬着小小的凳子，乖乖坐在廚房門口，仰着小臉看着我們，奶聲奶氣地說：奶奶煲嘅湯最好飲，外婆都話奶奶最犀利。陳芳聽着，笑得眉眼溫柔，伸手輕輕撫摸孩子的頭，沒有半分從前的不甘和較勁，只剩滿心的溫柔與知足。我看着眼前溫馨和睦的一幕，心中感慨萬千。這世間最好的家庭風氣，從來不是事事完美，人人強勢，而是懂得相互體諒，願意放下執念，樂意接受真實。育兒從來不是趕潮流、追浮華、拼體面，而是順應天性，尊重水土，腳踏實地，細水長流。曾經被嘲笑土氣的老火湯，熬走了浮躁偏見，熬來了家和萬事興。一杯樸素無華的陳皮水，治好了孩子的病痛，也治癒了一家人的矛盾與隔閡。浮華落盡，方知家常最真；千帆過盡，唯有平安最貴。一湯溫暖歲月，一飯安撫人心。這平凡的柴米油鹽，溫暖的家常日常，便是我們普通人最踏實、最珍貴的人間圓滿。